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匍匐仰望敬拜你，因为你从亘古就存在，到至今直到永远，你永远坐在宝座上看着我们，你永远掌权为王，掌权这个国家，掌权我们全人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真神。哈利路亚！主啊，你
救。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地，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是属要，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那些最宝贵的事物，都不是可以靠着努力得来的。我们要为着神每一天所供应的生命气息、救赎恩典、彼此相爱的心，向主献上赞美与感谢。同声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更谢谢你。到永远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使我们有气息，配得我们赞美无穷的神。所以我们要大大荣耀赞美你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祷告会，求主叫您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来相遇。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的慈爱与信实永不改变。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也要用赞美、用感谢的祭来荣耀主你的名。主，请求你今天你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能够经历神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神你恩典荣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接着我们要为全球国家还有城市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上第3章第9节，请。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我们第一个要为我们的国家，在下个礼拜一5月20日，我们的新任的总统赖清德总统要来就任，我们要为我们的总统来祷告，求主赐福新的总统与内阁的官员有谦卑、智慧、谋略以及倚靠神的心，求神的公义、怜悯不离开他们，要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在主的旨意当中，成为列国的祝福。我们求神圣灵来临到我们的国家，让那些恶势力，让那些神不喜欢的那些势力都离开我们。第二个，我们要为了我们台湾近期的暴雨，还有余震频繁的现象来祷告，求主来掌管万有，除去所有可能造成的灾害，赐下平安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特别我们要求主保守在花莲的地区，因为花莲我们知道那边是重灾区，那边的人民呢，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惊惶之中，所以我们求神的平安临到他们，保守他们，也愿神的安慰跟救助临到这些失去家人与家园受难的这些家庭。愿国家能够经历主的更新与恢复，让这些重建的工作主天天都来看顾，赐下平安与医治临到这些人民当中。接下来我们也要为了近期有肠病毒还有登革热的疫情持续在我们台湾来发生，预估疫情在6月初会达到高峰。我们恳求主持续来看顾保守各地的学校以及民众，能够加强注重环境以及个人清洁卫生，杜绝这些肠病毒还有登革热的传染蔓延。第四个，我们要为了近日行政院会通过打诈新4法，求主捆绑黑暗的权势，破除所有这些诈骗集团跨境犯罪的权势跟组织，无论在台湾或者其他国家，都能够制止一切的诈骗、拐卖人口的恶行。最后，我们要为了近期我们桃园停电事故引发的关注，为了强化桃园地区的供电线路及设备，以及台电能够启动跨区支援的计划，我们求主赐福政府能有智慧与策略，因应电力系统反应与恢复，并积极来推动能源的转型，使电力不致缺乏。更求主来赐恩典，让民众不致浪费电，并能有节能意识与好的用电习惯。我们这个时刻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了这5点事项，为我们的全球国家城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我们国际的情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特别我们要为5月20日我们赖总统的就任，以及新的这些内阁官员的就任，我们要请求你恩典智慧临到他们身上，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走在主你恩典旨意的道路上。就请求你亲自来看顾保守，我们要求主你来看顾我们台湾近期所遇到的这些余震暴雨，主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救助能够临到这些人当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保守，让这些受难受灾的这些人民能够得到神的看顾，也为了肠病毒以及登革热的疫情，求主能够控制，让这些疫情不在我们台湾来蔓延，能够杜绝这些所有的这些传染，也让我们这些黑暗的权势主你捆绑，不让他们在我们台湾来发生。也求主让我们桃园这些停电的这些现象，主你让政府官员有智慧来带领我们桃园地区
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有你的同在，虽然山移动，虽然海水砰砰翻腾，但主耶稣，因为有你在，我们不害怕。主耶稣，我们要为我们全球的局势来祷告。现在以巴冲突、乌俄战争，还有很多的内战，都在开打，很多，而且全世界战争地区真的是很多，而且又有极端气候，加上南北韩已经取消同族的关系，加上我们又在台湾海峡这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求主耶稣你赐下你的和平，你也安慰就是我们每位众人的心。主耶稣，求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有你同在，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同时也为520赖总统就任，我们求主耶稣来赐福他的总统团队以及内阁，可以有谦卑的心，愿意屈膝在神的面前向你来祈求那所罗门般的智慧，并且求公义与怜悯不离开他们团队，可以带领台湾走向合你心意的道路。我们也为最近天灾频频的台湾来祷告，最近地震不断，暴雨导致淹水，天气剧烈变化，让人容易感到害怕惊惶。诈骗、停电事故频传，加上肠病毒登革热即将到达高峰，求主耶稣你看顾保守台湾的人民的身心灵能够强壮，尤其是为未成年的孩童以及年事已高的长辈。求主耶稣你在这动荡，在这让人心不安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寻求你，让我们切切的来寻求你，让我们渴慕你。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你并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在你的翅膀下欢呼。主耶稣，因为你右手并扶持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祷告是多么恩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神直接来交通。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无助，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耶稣能够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合主心的祷告，在主里我们凡事都能，因为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你都明白。我只想要对你说，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唱，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我有。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
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是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有2、3个人聚集在你面前，一同同心合一来祷告的时候，主，你必垂听。我们感谢赞美你，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主你的圣殿里面，我们要用神你的话语互相来勉励。我们要透过祷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补足我们的需要，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都要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个时刻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第5章第9节，请。既然我们接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当然更有效力，而这见证是上帝为他儿子所做的。所以谁信上帝的儿子，谁心里就有这见证。谁不信上帝，就是把上帝当作撒谎的，因为他不信上帝曾经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这生命的源头是他的儿子。谁有上帝的儿子，谁就有这生命；谁没有上帝的儿子，谁就没有这生命。我写这些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呢，是见证永恒的生命。这个题目，我有做一个修改，因为原来的题目是当上帝是撒谎的，这个我想应该都没有人敢这样子对神来说，所以借由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更正面的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来见证神，见证这永恒的生命。记得我还在念国中的时候呢，我开始喜欢看悬疑推理的小说。当时我的父亲买了一整套的亚森罗平全集，总共有50本，我大概一个暑假就全部看完了。而后呢，在9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电视台开始有推出一些侦探推理的这些电视剧，还有动画。在剧中呢，我常常在那些警察或者侦探的身上呢，有观察到他们是如何冷静的思考案件的整体逻辑性，并且呢，有时候也会运用科学的结果，针对所获得的线索，逐一的抽丝剥茧，进而能够找到事件的真相。那有一部很有名的动画，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叫做《名侦探柯南》，对不对？从90年代，我大概高中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漫画，然后有动画，一直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的在座的父母，如果有小孩的，
应该都有看过这个名侦探柯南哈，他至今已经播了27年之久哈。这里面的主角呢，柯南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好，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而这个真相呢，通常我们知道都要经过多方的验证以及众人的见证以后呢，才能够得到，并且能够明白啊。好，所以我们当最后看到结束的时候，啊，原来这个案件是这样子。好，最后这个真相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真相，往往是我们有时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那今天的经文呢，也是要来见证一个真相哈。那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强调信主耶稣的人就是属神的儿子，必会有永生。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呢，神要我们凡属他的子民，都要去为主做此见证。这个见证呢，不是只有人的见证，相信这是上帝的见证。好，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能了解。那么在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当中呢，其实有3处的经文，有告诉我们哈，要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上帝、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好，那在约翰一书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他是从神而生的。第一处呢是第2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凡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好，这是在第2章29节所提到的。第2处呢是在第4章第7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有爱心的，是由神而生，并且我们也认识神。第3处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5章第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好，这3处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行公义的人、有爱心的人、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三种呢？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人。从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神要凡属他的子民，都要去做这个见证。那做这个见证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从神而生的。那我们从圣经的旧约时代，我们有属于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先知，在提醒、告诫、宣扬神国，也告诉当时代的人民要悔改、归向神。一直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呢，差派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至今。历代的使徒到现代的我们属神的子民，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阿们吗？这个见证不仅仅是我们人的见证，我刚刚有特别讲到，这更是属于上帝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常常为主来做见证。那么借由读圣经，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是神所造的，也知道神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的救赎计划。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盼望。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可是在当时初代教会的时空背景呢，使徒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之后，即使遭患难受逼迫，他们仍要向犹太人以及那些外邦人要传耶稣是基督。一直到今天的我们身上，福音的工作其实都还没有停止。主要我们知道，因为现在的世人受到很多的诱惑，他们不愿意去相信神。这也就是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有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另外呢，约翰他坚定地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上有灾难，有灾害，但是我们这些从神而生的是可以胜过这世界的。大家都相信吗？若从第5章的第5节开始，第5节这样说道：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其实在约翰一书第4章跟第5章，他不断的鼓励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由于我们人时常有软弱、缺乏信心的时候，常常会忘记神的话语以及他的教导，甚至我们当中也有人背弃真道。所以想要胜过这世界，对我们而言真的是有难度。再加上这个世界充满很多敌基督的，还有现在有很多的假先知，其中他所教导的都是叫我们如何去逃避罪，甚至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罪。但是约翰他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是从神生的；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就胜过世界，在世界之上。因此主耶稣他也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有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耶稣他是基督，他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来做见证。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知道上帝的见证是要用水、血以及圣灵3个是同为一的，是相同的，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这个水呢，它是指耶稣来到地上，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当时圣灵降临，有声音说：“这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而血呢，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了我们人的罪，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也完成了天父上帝救赎的计划，成了神的羔羊。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要为他做见证的。那当耶稣洗礼的时候，也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临，神就告诉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上帝的见证，做见证的原来有3，这个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圣灵、水与血这3样也都归于一。那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应该要领受，更应该要去领受，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因此我们知道约翰他在这边他所提到的一个论述的程序，其实就是信心、见证、生命。他要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要为神来做见证，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就得到生命。那么经文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严厉的，一段，他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里面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因此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要有信心。主耶稣他降世为人，我们信了他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在第12节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第13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信神的见证，就得了这个永生的盼望。那这段经文呢，其实跟约翰福音的20章第31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与这一段经文是相互呼应的哈，因为同样都是约翰他所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要确信，我们从神而生的，我们已经得到这永生的盼望，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在这边，我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相信基督的人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确信呢？另外，活出所领受的真理，我们是不是要将神的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活出来，并且要来见证从神而生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为上帝的儿子所做的见证。因此我们要走出去，要去传扬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求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有勇气，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要来传扬基督，我们要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一生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站立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一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和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荣耀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
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因着神的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被洗净。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这群相信耶稣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能够向世人来见证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以及你所说的一切真理。求你赐下圣灵保惠师，给相信你的人，能够勇敢向世界来做见证，使我们能明白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章第9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为教会在明天5月16日所召开的崇拜部会议来祷告。有礼拜庆典组、圣乐组、祷告组，求主能够赐下智慧与能力，给崇拜部各组的同工，能够一起为了教会各场礼拜有更好的整合，并且与主任牧师同心来配搭，一同来服侍。第二个，我们也为了5月19日传道部的部会来祷告，求主赐福在全体的同工身心灵都能够健壮，灵命增长，得主的保守，也赏赐同工能够有智慧与能力，在规划我们今年全教会的户外礼拜的整个筹备能够一切顺利，也能够带领各组的事工进行都能够顺利，成为福音的出口，领人归主，荣神益人。第三，我们要为了5月26日的下午3点要举行我们的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受职感恩的礼拜，我们要为当天的天气筹备，以及所有服侍的同工，还有我们的会友，以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求神来掌权，保护看顾当天一切的所需，也赐平安，保守前来的每一位兄姐都得到神的看顾。这个时刻，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了这3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将我们迦南教会、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我们的教会是你所设立的，就是你所恩典高摩的教会。我们要将我们的各部、各事工都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特别为我们崇拜部的部会、各组的同工能够有智慧能力来筹备安排各场的礼拜，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整合，跟主任牧师的配搭，一切都能够顺利来完成。我们也为了这个礼拜日传道部会来祷告，求主赐智慧，赐下能力，在所有的同工灵命能够增长，在所规划的事情上都得到神你的恩典眷顾。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教会来祈祷，让你的教会在这个所在得到复兴。特别我的上帝，当我看起这个祈祷的火渐渐一化去，我看起这会友爱来到教会，爱来交陪，爱来佚佗，
总是无意爱，伫你祈祷会时来到圣殿，同心合意祈祷。过去这款的错误，主啊，求你赦免阮，求你搁一届复兴一群祈祷的勇士来点导，通过陈牧师的引带，搁一届来点导这个祈祷的会，互阮对祈祷中间来得到快乐甲帮助，互你的国度搁一届伫桃园这个所在来得到空阔，互你的名伫这个所在来得到尊重。主啊，阮啊，即时为着崇拜部的开会来祈祷。主啊，求你帮助因，互因所计划的拢通，互你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互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伫敬拜的中间去领受到上帝的疼、主爱甲怜悯。特别阮的上帝，阮为着传道部来祈祷，因的计划要有一届的耶和华礼拜。主啊，求你互因所计划的，拢下注你的心意，通互所有的会友通过一款的礼拜，搁一届同心合意，结连伫主你的引出来的面。特别阮的上帝，阮即时啊为着5月26陈牧师的受职礼拜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目前所准备的。拢下注你的心意，也有阮准备招全，互来参加的人，搁一届看起主你的荣耀。特别阮的上帝，阮搁较意爱为着陈牧师来祈祷。主啊，求你互阮成做伊的帮助者，成做伊的祈祷后面的祈祷勇士，互伊有快乐来领受对上帝你对顶面来的智慧能力。互伊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互阮所行所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甲因同在，也祝福因的全家，互因即遮所做的，拢互主你的名得到公荣。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着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两个为一组，我们彼此为了所需要代求的事，我们彼此来代祷。
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站立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刻，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教会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年长者，有体弱的，有陈淑、吴淑月、李秋红、周淑勋、吴敬宏、杨阿愁、何百川、谢松郎、林章弼、赖中川、冰秀兰、陈立志、杨万成。我们特别要为了这些年长体弱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另外也有癌症的陈庆宗、陈丽玉、陈丽娟、郑慧英、黄哲、杨淑娟、林玉明、赵慧珍、李奇雪玉、张木欣、陈进香、张王秀、于诗梅、黄丽莲、刘长业、吕淑英、黄丽梅、林俊杰、谢秀凤等。我们也要为了他们来守望祷告。另外也要为了病痛者，有康智慧，他走路这个跌倒，膝盖受伤，还有彭碧英呢，他的腿断就医，还有开刀要换人造骨，还有郑牧师因为膀胱细胞受损容易出血，以及陈丽英脑溢血的手术后的一个复原，以及黄崇伟身体衰弱，容易感染细菌。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另外也有陈静香，刚刚有提到陈一红因为长骨刺，腰痛无法走路；杨荣慧左膝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些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首先还有这个成人牧区的这个上青小组尤雅婷姐妹的妈妈苏金凤姐妹，因为胃癌，本周要开始进行化疗，预计要做3次，以后再评估手术。求主来看顾医治，能够保守化疗的过程顺利有效果。另外还有谢信吉弟兄的岳父黄财传先生的胰脏手术切除周遭的血管那至今还在打针打止血针，求主能够帮助他，让伤口复原能够顺利，也能够顺利来出院。另外我们也要为了青年牧区在这个礼拜6日有这个国3的一个会考，我们要为了廖伯成的这个会考还有刚刚有讲易飞也是陈模执事的儿子也要会考求主赐下聪慧耐心在这些考生的身上，以及在乒乓瘦肉周5月17号能够召开回馈的会议，也为了8月的活动凝聚来筹备来祷告。另外就是5月19日的退休会场勘，求主能够帮助同工安排流畅合宜。第4个是预计6月份我们要与南崁教会的青年牧区联合礼拜，求主带领预备。儿童牧区的部分要为了母亲节儿童主日礼拜服事顺利来感谢主，也要求主来带领阿嘎贝的品格夏令营、志工招募、学员报名、活动的设计，还有课程预备等筹备工作能够顺利，以及求主赐给同工有智慧跟能力，让各项的计划进行能够顺利。最后也要为了这个儿童牧区的同工尤其是领袖同工，有神所赐的爱心与智慧，让孩子们能够有敬虔而活泼的聚会，能够培养孩子正确的信仰态度。我们要为了这些包含我们的年长者、有癌症的有这些住院的，以及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我们这些事项我们要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聚集我们成为代祷的勇士，我们要在这边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保守。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病痛有欠缺的，主，我们要请求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临到他们身上。主，请求你保守看顾，让这些有病痛的、灰心丧志的，主，你都与他们同在。我们看顾我们的成人牧区，这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都得到神你的看顾保守。以及我们青年牧区，在有考生，主，你都赐下智慧，因为在整个判退休会都得到神帮助保守，儿童牧区都得到神的引领。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共进在神的手上，感谢赞美主。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代祷的勇士。主，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当中这些有需要的肢体，我们所敬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请求你的怜悯医治临到这些体弱多病、这些有癌症的弟兄姐妹。主，请求你天天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现在正在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主，你都赐下最有效的治疗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得着神的医治，能够再一次站立在神跟众人的面前，为主来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也请求你来看顾这些有受伤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正在恢复当中，包含我们的郑牧师，我们也请求神你恩典来看顾保守他，让他整个恢复过程得到神你的医治保守。所以我们也特别要将青年牧区这些即将要会考的这些考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下智慧与能力，求主你也让他们能够安稳在每一场的考试当中，都有主你恩典眷顾同在临到他们的身上。主，让他们这一切的考试都能够顺利来完成。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来保守在退休会，有主你恩典赐福，让这些同工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摆上立志，向神来说，主啊，我在此请差遣我。也求主来看顾在6月份即将要跟南崁教会的青年牧区的联合礼拜，求主你赐下恩典，在我们这些交谊当中能够彼此来勉励，在主的里面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服侍。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特别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求主你来帮助这些同工们能够有耐心有爱心，在这些孩子的身上能够愿意将神你的真理教导，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认识主耶稣。也求主你让这些孩子能够学习来读神你的话语，透过祷告与神来连结，经常在主你的里面得着神的恩典与帮助。主，我们要将我们教会、我们的牧区、我们的这些年长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用赞美的心赞美我们的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海里，无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无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无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借着水，还有基督的血，还有圣灵得到重生并且我们在凡行公义的，就是从神所生，并且让我们能够活出爱的，就是从神所生。还有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所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并且让我们祷告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求，知道上帝必垂听我们所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时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要上到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你心今仔日愿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定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歹的，因为国、权力、严格，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拍拍将因根归到上帝，哈利路亚。咱互相来请安，彼此来请安，愿上帝祝福咱，祝福每一位，也祝福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谢谢。是平安。平安。